南投第三有2位选手张瑞稳甲吴定启，目前来参加着杜拜富吉拉跆拳道的公开赛，分别摕到银牌甲铜牌。因继续积极来训练，到世界各地去参加比赛，要来累积到积分。除了要参加今年的亚运，嘛要争取明年巴黎奥运的参赛名额。 来自第三镇跆拳道选手张丽芬和吴定启，进前参加2023杜拜跆拳道公开赛，是分别摕到1块银牌和1块铜牌好成绩。因最近嘛利用回国的时间继续训练，为所落来国际赛事做准备。练习的时候就会去找那种可能打73以上的那种比较重的学姐啊，比较好承受对手的力量。张丽芬和吴定启密集训练，为着要比这年底亚运。 含争取到2024巴黎奥运参赛资格，爱去全世界各地参加比赛来累积分数。大概2月底左右，我们要再飞去加拿大、美国、荷兰，就是一次飞完，主要是要拿积分。每一场比赛拢是帮助2位选手累积经验，希望因的表现会当让大家看到和肯定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